擅长建材的混搭利用，尤其呈现出空间中的线条感，让视觉有不断延伸的效果。这就是黄义峰设计师。今天这一段幸福魔法师千玉要带各位看的这个家，它本身呢是一个非常时尚的别墅，但这当中呢又非常的有人味，还有一些温情的氛围在当中。待会会告诉大家为什么。不过我们先跟黄设计师聊一下，这是一个4层楼的透天别墅。对，这是一个四层楼的透天别墅。每一层的坪数大概多大？每一层坪数大概18坪左右。18坪左右。我们可以大概介绍一下每一层的分布嘛？比方说1楼的话是，它地下1楼是个车库，所以我们那边规划一个鞋柜在那里。那2楼是我们的客厅跟餐厅，那再往上去就是像主卧室跟更衣室，起居的空间在楼上。对。老实说，进来黄设计师的这个空间当中，我觉得它是一个黑白分明，然后非常时尚的一个设计感。是屋主喜欢这样子的风格吗？对，屋主他非常喜欢这种的感觉。对，因为之前设计过他的餐厅，那他整个风格也是非常的个性化。OK， 所以你是因为了解他们，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对，来再帮他做这个家。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他用比较黑跟白的色调去做，那所以展现出他的个性。在这空间当中，我们看到黑跟白，它是一个非常强烈对比的颜色。不过说真的，这2个颜色感觉上也比较冷，要怎么样去掌握那个氛围？其实我是利用灯光，还有一些原木的色彩。那像原木，我们就用实际上原木，并不是贴皮的做法。对。那再加上灯光的表现，让整个空间更温暖一点，让空间比较温暖。对，比较温暖一点。好，那现在就请观众朋友呢，带着一个时尚氛围的心情，跟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黑白世界。首先，我们进入黄设计师的黑白时尚世界。这个电视主墙面真的看起来干净利落，而且我觉得它让空间更放大，而且明亮。对。那我是运用喷漆的特色，让整个电视主墙它有光亮的感觉。要用喷漆，对不对？对，用喷漆的方式去做处理。可以用油漆来处理吗？油漆，但是它油漆它的效果没有这么好。没有这么好。OK， 所以白色要做出白色的质感。对，就是要能够亮的感觉。OK， 那黑色的部分呢？那黑色部分在视线底下，我们用黑色的烤漆玻璃做处理，然后在电视台面，我们用低矮台面的方式做，然后用石材，用观音石材。观音石，对。OK， 这个观音石，我觉得它有 balance 黑白这种冷调，它还有一点点比较温润的感觉，对不对？对，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强烈，所以它这个颜色也是特别都挑过的。对，我想大家如果看到这个电视主墙面一定会把视觉的焦点不知不觉的呢就移到了左上角部分的这个时钟，它是一个很有趣而且很有造型的时钟对，它非常特别。那屋主特别挑这个时钟回来，那一般它其实每一个时间都有，但是我们为什么留下11，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用到11，它的整个角度最漂亮，会最漂亮，而且它的整个设计感会把它提升上来。OK， 那我今天可以换别的东西吗？当然可以啊，在这个竖墙上，其实你只要放上有个性化的装饰品之后，它整个的特色会更显现出来，而且视觉焦点也会被吸引过去。对，其实有时候黑跟白它绝对的黑白，它留白的部分是可以让我们自己去发挥的。对。来，接着看到了黑白对立的话呢，在这个背墙的部分，就是绝对的黑了，对不对？对，这个背墙其实它只是一个油漆黑色做处理，那因为它的整个批土必须重新全做过，重新做过，然后再上漆。那再来说，我们会延伸到天花板上去，就是整个塑造它整个的层次感，天花板的层次感，把它塑造出来。如果它没有多延伸到天花板那一块，层次感不够好，挑高感觉也没有那么舒适了。对。在家具的挑选上，我觉得高度你有特别控制高度我们会选择比较属于低的一个家具，像茶几啦、沙发其实都是。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就是因为一般透天的房子，它的高度其实1楼就很高，但是如果说把比例再降低一点，会让它整个高度空间感更大，对不对？没错。而且各位可以发现这黑跟白的对比其实像我们摆了一盏灯，这盏灯它是白色的线条放在黑色墙壁前面，它的那个设计跟时尚感就跑出来了。对。OK， 在家具的挑选上，我们有什么建议？家具挑选上其实可以依照业主他的心情，甚至于季节去做变化。他只要买个不同的饰品，甚至不同颜色的装饰品，稍微放在什么地方，那这样整个空间的那种氛围又完全不同。那好比说，如果倩瑜身上穿的这件红色，如果我今天换了一个红色的沙发，它这个空间的氛围还是非常的时尚，但是是不一样的感觉了。对，不一样的感觉。接着呢，我们带各位来到餐厅。我觉得餐厅这块的空间其实也可以划归在客厅的范围。
2合1都可以的。对，维持一贯语的时尚设计，就是黑跟白的对比色。对，其实从天花板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对，天花板我特别利用了烤漆玻璃做处理，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它整个层次还有它整个反射度，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它可以让这个地方反射上去，觉得它的空间挑高感更好、更大。更大。OK， 在家具的选择上，其实也花很多心思，因为一般我们在餐桌椅的选择总是跳脱不了黑跟白。可是你在椅子的选择上颠覆我的想象对，因为我们采用透明的感觉，就是说让整个的视觉更穿透性，而且它让空间感更干净，时尚感更好。对，时尚感更好。我觉得你在这个空间当中留了蛮多部分的留白，可以让屋主自己表现自己的品味。对，像墙面的装饰就是一个部分哦。对，墙面装饰是屋主特别去挑选的，所以他挑选回来之后，搭配我们这边，让整个空间看起来更加的有质感。OK， 同样我还是会觉得，如果这当中想要让这个空间热情一点，摆一个我身上这样的红色上到墙面，也是还不错的点缀。非常棒。好，那它这个客厅呢，一直到餐厅，接着我们可以看到，它厨房也是开放式的，对不对？算半开放式啦。对，在这个部分，可是真的很难想象这样子的搭配竟然是厨房的材质这是用不锈钢做处理的，对，让整个的台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利落，而且它比较多余的东西都藏在后面，它看不出来的部分，对不对？对，所以它这样不锈钢的材质也可以跟黑跟白搭起来是时尚的味道，对，非常非常漂亮。那旁边这部分呢？旁边是它的收纳柜，那这边我们特别做了玻璃镜面的处理，也是一样，这边是有收纳柜，它只要轻轻按一压就可以打开。所以你用黑色的烤漆玻璃，让这个空间看起来好像没有柜面，但实际上还是有隐藏收纳的功能。对，好，刚才你有说所有的厨房完整的功能就是藏在这个后面，算半开放式的。对，可是冰箱我还是看得到冰箱看得到没有错，但是它搭配我们的不锈钢的颜色，让整个的色系还有它整个的感觉是一致性的。所以这个也强调就如果你将来装潢房子的时候，你很多家具的部分要跟设计师先沟通好颜色系，对，然后我们才有可能跟它的设计做一个整体搭配，对，整体的搭配。我发现从地下室的车库上来的时候，你会在一个最常经过动线的地方帮他们设计了一个穿衣镜，全身的穿衣镜。对。在楼梯往下的地方，我们设计一个穿衣镜。那我们会用灰镜的原因，是因为搭配整个色系。好，那刚刚一开始我们也聊到，黑跟白感觉是比较冷感冷调的。对，你有说过你会运用一些木的元素、原木的东西来中和它的这个冷感。这边就可以看到啦。对，这边还有在这里地方扶手的地方，我们有设计到用原木整块的原木，放置在这个地方，让整个空间感觉更温暖。其实用木皮可能还没有办法有那么强烈的温润的感觉。对，所以它这可以当一个椅子来用呢。也可以当椅子。当他们客人多的时候，其实这边可以当椅子，这边就刚好是餐厅。那扶手的部分，其实我跟你讲，为了这些小主人设计的。这边养了很多的猫咪，对不对？对。其实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猫咪很喜欢待在这个扶手上所以我觉得你的扶手也跳脱了一般我们可能会用可能锻造铁啦，或者是这个钢烤，或者是那种铁件的部分了。比较冷调，比较个性强烈的东西。OK，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楼梯。楼梯的部分其实设计师有特别花心思来帮他们做一些设计感。怎么说呢？因为我把整个梯面加宽。因为一般的楼梯其实它梯面并没有这么宽，应该到哪边？应该到这条界线这里，对不对？应该到这边，对，没有错。只有到这边嘛，对不对？对。OK。那我把梯面加宽之后，还把第一阶整个延伸到这边来，所以你在一进门口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整个楼梯。所以它算是一个端景。对，一个很特殊一个景，而且我们利用这个扶手，让他觉得说没有其他扶手多余的那个线条，就只有这一个实木的感觉。而且我喜欢你像多延伸的这一阶到这个地方，它其实也可以当成是一个我们如果有一些艺术品啊或者收藏可以摆在这个附近。对，也是可以摆的。再来，我们看到地板的选择喽。那地板选择，我们当初建商所附赠的是比较属于米色系的一个抛光石英砖。那我们把这个石英砖整个换成白色系的。那至于说它上面的纹路也是我们特别挑选的一个雪白银湖的抛光石英砖。对，让整个地板比较有除了白色之外，然后它还有它的一个不一样的变化，有层次感。对，就觉得有律动。对，感觉更好更棒。进到2楼是它的主卧空间了，对不对？对。我喜欢你双开门的设计耶。对，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更大气一点。
而且是比较那种美式的那种起居休闲的风格。一进入这个主卧区，地板就有变化喽。对，我们是用白色的基调，但是它的材质是不一样的。我们利用的是超耐磨白色地板，那因为它上面有很自然的纹路，所以让整个地板看起来空间更不一样。更不一样哦，虽然是白色，但是又跳了另外一种材质。对，要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哦，在这个主卧的空间当中呢，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材质，可是呢，设计师运用的地方会让你拍案叫绝。我们先看一下床头部分好了。好，床头部分我们是采用不锈钢的处理。不锈钢哦。那我们用不锈钢，它是用毛丝面做处理，让感觉更有质感一点。对，那再来它的高度也是一样，就是它比例的关系，跟整个床跟床头的比例是必须要做得非常非常恰当。OK， 要经过精密的计算哦。对，这边可以看到好多材质的混搭哦，像是有木贴皮的橡木染黑，然后皮质、皮件、不锈钢，还有漆面。像这样材质的混搭，它其实出来的质感跟层次感就很好了。完全不同。不同哈。再来，各位，你一定会很喜欢这个电视主墙面，因为它非常像是国外 Vogue 时尚杂志会取景的地方。我们这个墙面特别是说，它并不是用一般的文化石去做，然后它是用真的砖块去一块一块叠下来。哦，看得出来还有这个厚度在。对，所以它有厚度跟它的质量在。那再上漆，那它因为它每一个砖它的深浅不同，所以它整个的感觉是更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这个白色哦，你看运用不同的材质，它出来的质感，让你觉得它很惊艳，但是又很时尚。对。OK， 刚刚也还讲到了，这个空间当中有很多的材质，你想象不到会运用在主卧室的，还有的就是这个窗边卧榻的部分了。对，这是用人造石。人造石哦，人造石不是一般都是用在餐厅吗？对，或者是厨具的部分吗？对，那我们特别用在窗台的部分，让它下面再加上灯光的做表现，所以让整个人造石它的感觉跟地板再做一次结合。不一样的结合。所以你看这种不同材质啊，其实运用的得宜，在空间当中处处是惊喜。对。还有我很喜欢你头顶上的这个吊扇，叫吊扇。对啊，这吊扇。那这个吊扇会装到这个地方，是因为让整个空间感觉更活泼一点。所以它不只是主卧室，它本身要营造那种起居室的氛围，对不对？对，起居在这边活动，在这边就算你睡觉这边活动都非常非常的好。在主卧房的另一侧就是更衣室的空间，里面啊除了有化妆台的规划之外，衣物的收纳量也非常充足。不过这里呢还有面穿衣镜的设计，到底隐藏在哪里呢？其实这个梳妆台兼顾到女性的需求。那接着我想问哦，那你有帮它设计穿衣镜吗？有，在你的后面，在这里。这不是门片吗？哦，你是让门片的其中一面。对，利用门片的后面做穿衣镜。做穿衣镜。可是我觉得很棒啊，因为当这个穿衣镜跟我的这个梳化妆台的镜子合而为一的时候，其实我在化妆的时候，我的3个面都照顾到了，对不对？对，都可以看到。好细心哦。对，然后再来就是这边是我们整排的更衣室衣柜。衣柜哦，这个量很大耶。对，这个量很大，这边可以做很大一个收纳。我想问一下，它这个材质，门片的材质似曾相识哎。这个门片材质一般我们会在厨具的地方看到。Bingo， 答对了，又是一个我意想不到的材质，可是运用在这主卧的空间。对，让人感觉也是一样更漂亮一点，它更亮。可是它叫什么？因为我觉得它的色泽跟不太一样。这是采集门片，难怪它特别有层次感，光上去的时候那个感觉不一样。对，非常好看。3楼的卧房也是对比色的运用，红色是床头的主题色，搭配一旁的橡木染红的坐榻，再混搭黑色烤漆玻璃的质感，真的是一个非常时髦的空间哦。顶楼果然是一个非常适合阅读的好空间，因为采光明亮，然后空气很流通。所以采光非常好，很好哦。但是我有发现啊，一般别墅的梯间呢，它的采光不是很好，但我们刚刚走上来的时候不会耶，采光还蛮明亮的耶。对，秘诀在这里。书柜的背面的背墙，对，一般背墙是用木头所做的，那这边是采用透明玻璃。对啊，这样仔细看，对，它是一个透的玻璃耶。让整个视线能够更远，然后让光线能够穿透过去。难怪梯间看起来是这么的明亮哦。好，那这边还是维持了设计师一贯就是黑白时尚线条的风格。这边是一个门片吗？这边是一个门片。是门片哦。但是它还是一个收纳。我看一下。
哦，这个书柜1/3拿来做收纳了嘛？对。然后这个是做书柜，对，他们书柜。把手的部分又是你很厉害的，就是异材质的混搭。对，它是用不锈钢，整支的不锈钢去做它的边，然后让它做成一个把手。对，所以它就没有一个多余的把手在那个地方。所以线条就变得干净利落了。好，到这个地方呢，如果你已经觉得很惊艳的话，接下来这样的设计呢，保证是你没有见过的。来，我们看一下这边，你有看过像这样子的书桌吗？好特别哦！对啊，它是用清水膜所灌制的。哦，仿清水膜的做法。对，利用灌浆去做成的。我很少看到像这样子的设计，为什么这边要做这样的书桌呢？因为最主要是整间的意象。它的个性化的意象，还有就是黑白灰的色系。对，那一般来讲，就是如果说你桌面还是用一般木头或者是用系统橱柜做法来讲，就没有这种质感，就比较没有那个特色，跳不出那个品味来。对，就那个质感就不见了。这个高度我特别量过嘛，因为我刚做了一下，我觉得还蛮顺的耶。有，就是我们的书桌的高度。书桌的高度。对 ，OK， 这个嘞很细心。那个是它的线孔，就是将来我要接电脑啦，接线封闭的线孔。对。哦，像这样的书桌，我觉得容纳3到4个人都不成问题的耶。全家人都不成问题。全家人都不成问题哦，而且这样的书桌还不占空间，不会说中间摆了一张桌子。对。我想今天各位观众朋友应该对于黑白时尚的空间呢，有了另外一番的见解哦。对。那我们还是一样，就是运用素材就非常非常简单，像是水泥，像是清水膜啦，清水膜，对，然后不锈钢材质、实木的材质等等这些，把空间塑造更符合人性，更符合居住，然后更自然就对了。对，让它很自由自在居住在这里。当然，你今天也让我对于建材该用在什么地方有了另外一番就是想法。对，其实建材不见得要用到特定的地方，其实可以用点巧思，它是可以运用到其他地方，而且效果非常好。对呀，而且你让建材就是无拘无束，而且变得它的空间跟可以发挥的地方又更多了。对 ，OK， 今天的案子真的非常的精彩哦，当然也很期待可以赶快看到黄设计师下一个案子，好吗？谢谢你哦，谢谢。